琴日 DSE 放榜，咁我都想為所有放咗榜嘅考生去祈禱嘅。親愛嘅天父，我今日將所有放咗榜嘅考生交到你手上。神啊，喺 DSE 入面拎到理想成績嘅，我多謝你，我多謝一直陪住呢班考生，多謝你一直俾力量佢哋，等佢哋可以喺呢個 DSE 入面拎到滿意嘅成績。神啊，我祈求你繼續帶領佢哋，繼續幫佢哋，等佢哋入到自己心儀嘅學校，讀佢哋中意讀嘅科目。至於喺今次 DSE 入邊失咗手嘅，又或者拎到未如理想嘅成績嘅，神，我祈求你安慰佢哋，繼續鼓勵佢哋，有志者事竟成。只要佢哋唔放棄，佢哋嘅目標係會達到嘅，佢哋嘅夢想係會達成嘅。最後，我為着所有下年準備考 DSE 嘅考生去祈禱，我祈求神你保佑佢哋，帶領佢哋，繼續俾力量佢哋。我都希望佢哋最後係考到理想嘅成績，入到自己心儀嘅學校。多謝你嘅神，呢個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而祈求。Amen。